從前有一個好細好細嘅國家，叫做魚蛋王國。有一日，國王陛下，為咗綠化環境，我建議要種多啲樹。我有個好主意，就係喺國家邊界度種樹。好主意。一於咁話，樹大臣，我命令你每隔2米種一棵樹，直至種滿全國嘅邊界為止。遵命。樹大臣，做咩愁眉苦臉啊？醒目仔，今次弊啦。件事係咁嘅，種樹我就叻啫，要種幾多棵樹我就真係唔知啦。樹大臣，我聽講有一位數學高人，一直都喺山中隱姓埋名休養住，我哋可以向佢請教下㗎。就係咁，醒目仔就獨自上山揾嗰位高人啦。數學高人，數學高人，唔該你出山幫下我哋解決數學難題啦！如果你應承嘅話，我會叫國王重賞你㗎。我唔會求乜嘢獎賞，我只係希望為環保出一分力。不過如果要我幫你，你要先解答我出俾你嘅一條問題。我手上有一條泥膠長20厘米，我哋當佢係一條路。我要每隔5厘米種一棵樹，咁究竟要幾多棵樹呢？每隔5厘米種一棵。如果呢度係起點，即係1棵、2棵、3棵、4棵，係4棵啊！你試下觀察下，樹嘅數目同樹距之間嘅段數係一樣㗎。咁即係睇下20厘米平均可以分成幾多段5厘米就可以啦。但係因為喺起點都要種樹，所以應該要加多1。咁即係用除法，將20除以5就求得4啦。最後因為起點要種樹，所以要加1，即係路距除以樹距加1啦。咁我知點解要種幾多棵樹圍繞住魚蛋王國嘅邊界啦。首先求出國家嘅邊界，由於每邊都係長1500米，4邊即係長1500米乘以4，得出6000米。然後再求共需要種幾多棵樹。而家嘅路距係6000米，樹距係2米，即係6000除以2加1啦。咪住，你諗下點解要加1先啦？係喎，國家嘅邊界係圈狀，所以終點同起點嘅位置都係一樣，咁即係唔使加1啦。唔錯唔錯，依家你已經有足夠嘅能力去解決植樹問題啦。返去啦。知道？咦？唔見咗嘅？咁神奇嘅？唔理啦，都係返去先。參見國王陛下，樹大臣。見你咁好氣息，一定有好消息啦。係啊，我已經得到咗一定嘅知識去解決植樹問題啦，因為我已經得到咗數學高人嘅指點。咁你快啲講啦。就係咁嘅。你咁樣都幾有道理。咁呢個 project 就交俾你同樹大臣合作啦。一齊做好佢啦！就係咁，過咗唔係好耐，一個環保又空氣清新嘅國家就誕生咗啦。